欢迎收看今日5月21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屏东的回龙水墙，一阵载人去撩溪刷掉在山顶，有救到5个人，另外2个人不幸死亡，也3个失踪。桃细水的查甫人伫桥上闹事，警察先下4个消，警察局认为确实有这块失当，记过2届，照伤害罪来上班。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屏东雾来乡的回龙水墙，今仔是发生山难，一阵载人5月20去撩溪，因为落大雨，溪水涨起来，昨是紧急先发出化救信号。透早救援队先甲水墙顶悬的5个人吊挂上了山，各5个是摔落失踪。下晡消防先伫山壁顶悬发现到一个查某人，伫溪底嘛，佫找到一个，不过拢是不幸死亡，其他的佫3个人有关也是失踪。争取黄金救援时间，搜救人员出动空中摄影机来回找找，山难地点地形真假，关键落差真大。经过真济摆确认，徛伫山壁一名女性确定罹难。下晡3点，佫发现一个男性已经无生命现象。经过几次的录影、摄影，发现他姿势都没有改变。那在这样情形之下，研判他应该已经罹难。那第二个呢，就是在3点10分的时候，那我们又找到另外一位罹难者，他是在一个100米深潭。空勤直升机到回龙水墙顶悬吊挂，分2摆救援受困5人，后送台东丰年机场。经过检查，身体无要紧，转去屏东接受调查。状况还好吗10人自助团有资深领队要溪港高手，20早起出发，按算要2天一暝溪港活动。不过下晡对外求救，有5人受困，5人暴落水失联。透早屏东警消出动搜救，全台民间的搜救人员也主动投入。没办法预测说怎么会一下到一天下100多毫米，那个水量是那个峡谷内没办法去，峡谷内没办法去容忍的。回龙水墙伫外寮溪谷，水脚成悬，溪港爱护者会伫打水机挑战。不过20雾台山区落雨超过150毫米。比较不会去，会很小心的去，然后都是靠边边，不会到那个地方。因为天气预报，日山区落雨，搜救人员把握时间找出另外3个失联者。另外，伫宜兰安茂乡的有花水墙，20下晡也传出民众失联。报案人与先生参加旅游，前往阿洼瀑布践行，其先生自瀑布下车后未返回。失联民众甲太太参加38人旅行团，不过家己脱队去水墙了后，迟迟无转来。消防局连续2天去现场找找，出动空中摄影机，也派唱水人员唱水找找。另外一组沿溪谷找找，依然无发现影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一个姓朱的专门咧教人练金马的查甫人，因为买无鸡肉，烫把体伫人的店的内底弄来弄去，佮甲警察增加闹震动。警方最后是举警棍硬死甲烧甲老火，互店面。那这段影片是引起众人议论，警察局是认为这当然确实有这块失当，爱记过2届，照伤害罪来上班。画面当中，这查甫人甲2名员警一直悠悠乐乐，甚至出拳，造成员警小可脑震动，甲面挫伤。桃园中立姓做查甫人20技术情绪失控，大脑挫伤，员警到庭处理成分环境水压制，了后姓做查甫人冲到超商外口坐伫涂骹，后来看到员警提警棍连续一直拍姓做查甫人，致使老血受伤。中立警分局表示，姓做查甫人经过制服了后，依然继续大声叫骂呛堵，员警一时情绪失控，过度使用强制力。骚扰的案件出现了施作强制力过当的一个状况，我们会针对整个过程详加调查，了解清楚后追究相关责任。过去中立警分局也捌发生过执法争议，一个姓叶的员警伫2001年4月拿查音乐老师过程使用自由刀来制服，这摆针对员警处理超商事件，中立警分局要处罚，对员警记过2摆以伤害罪函送，所长记过1摆，分局长先改2摆处分。不过，也未少网友对员警互人拍伤，还阁被处分，拢化委屈，甚至行政署长的信箱批评警察互人拍平环境，拜3人要做警察的，也引起大家讨论。逮捕的过程中，如果嫌犯有反抗，当然可以使用适当的像辣椒水或警棍来压制。但是如果说已经完全在我们警察的实力控制下，这个过多的执法作为可能就超过法
柯福生认为，环境执法突发过程难免有情绪，心中一定要有法律界线一支手，尤其即马人手一支，任何执法作为拢会看现现。执法尺度要如何分寸？学者表示，未来应该一直收集相关的案例，来达到政治执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是有一间国小传出讲，有学生因为甲同窗冤家，竟然另外佫去找3个朋友，甲毒草的花汁透入去同窗的地沟内底，害人食了中毒，腹肚痛。教育局当时证实有一件代志，会甲学生辅导，嘛详细佫咧调查。台中一间国小传出高年级的学生以毒害方式捕获同伴同学，起因伫这名 A 同学甲A 同学发生纠纷，导师知影了后介入了解，后来双方也和解，不过 A 同学也是想要报复。后来，这个 A 同学甲另外3名同学上网来找毒物相关的资料，讨论用山芋套到这食物内下毒，最后选定用黄金锭这汁掺入这个被害学生的地沟内底要互伊啉。教育局已请学校加强该班学生人际关系及个别团体心理辅导。被害同学啉落了后，感觉身体不爽快。离加害这个 A 同学也想要继续安尼做，继续其他同学发现才停落。意思讲，定来看到这个黄金锭虽然不是真有毒性，不过也是造成消化系统的伤害。在汁液里面含有一些草酸钙的结晶体，吃到以后它会刺激我们的那个食道啦、口腔的黏膜，造成一些刺痛感。或者是说会造成我们那个发炎啊、吞咽困难。被害家长虽然报警，不过行为人也未满12岁，警方只会依照规定进行校安的通报。教育团体讲，小学生的阶段，价值观甲动物的关系，较会受到外在影响，应该爱对教育甲家庭这方面加以适度来督正。父母要跟孩子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理解孩子的世界，他在看什么，他在网络上接触到的是什么事情。像这被害学生虽然健康无啥要紧，不过心理也是受到创伤。台中市教育局除了个别来辅导，也受理家长提出疑似欺负事件的申请，将依照庭书进行后续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拼2024年的大选，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是去到嘉义县的信赖台湾自由会成立大会，直接拍入去侯友宜的故乡万条卡。因那侯友宜昨是办头一场的宣讲活动，伊讲伊一定会用性命来顾全台权。另外，郭文定是讲，伊相信家己绝对有才调，会当拍出哪里的万定轨，佮拼出一条血路。动算！被检举控制苏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信赖台湾自由会插旗嘉义县，被解说是要直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故乡即郡本命区，各发出要伫嘉义大赢10万票。国民党包括伊的候选人接受9·2共识，如果接受9·2共识这个中国原则，放弃台湾的主权，只不过是一步一步走向专制独裁怀抱嘛。不要让国家在爱不爱台湾的无畏纷扰，陷入战争的残酷风险中。一句话，要叫人投予你。我内心直接讲就是用我的性命顾台湾的安全。代表国民党参选控制苏总统的新北市长侯友宜，直接暗时进入营业票仓沙丁堡参加网络节目，讲一世人的公职生涯点点滴滴，也批评执政党分裂台湾。针对侯友宜甲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天，拢提出若当选会到立院进行国情报告代志，赖清德回应，过去在野党要求总统备询违反现行制度。总统到立法院那个叫国情报告了，那个本来在法律里面就有。国情报告跟质询不一样，这我也知道，但是我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政见。以控制苏总统在选三卡都甚至烦恼变脸化，郭文泰表示，那伫双方一定爱先将郭文泰变脸化，回归那着对决是基本战略。不过也强调家己夺回能力加强，未这么简单，互人变脸化。记者综合报道。当时，阁有媒体咧报讲，中国做的基因检测工具疑似是变俗价，透过国内济间的代理商渗透入去全台湾200多间医疗医所，咱的个人资料恐惊到互人泄露去中国。卫福部是赶紧讲清，讲只要是部的病院检测工具，拢经过国际认证，无用到这间公司的物件，嘛且民众唔免惊吓。
为避免有先天或者是遗传性疾病，未少有新的护理人会自费做产前基因的检测。啊，毋过说凤城国内真侪大型教学病院学术研究单位的实验室，疑似互中国华大基因基带渗透，各自恐惊透过安装间谍软体外泄到中国。我们抽了血之后，不能够当做其他商业或者是个人隐私的这种捕获。那这种情况之下，每一家公司都应该有好好的一个规定，同时它的这个安全方面都也应该让我们相信。基因的资讯，你要经过大数据整理，那么可以对生技新药的研发是最重要的依据吧？那像这样子，我们对台湾的这个基因产业资讯掌握就没有。就不是在我们的手上嘛。根据路透社报道，华大甲解放军共同研发的非侵入性体质检测体基因检测，被用来收集全球数百万女性基因资料。凤城台湾也伫2013年引进，各用真价介绍，甲全台超过200间妇产科医疗院所合作。基因也是各自的一种，我们当然要防范这个台版的华大基因的出现。那基因的定序。不应该由中国的公司来进行。基因的这个收集、保存跟使用，必须要符合规范。经查我们的医疗器材许可证资料库，华大基因并没有持有我们的任何的许可证。卫福部时发新闻稿强调，所属的病院的检验工具拢是经过 ISO 国际标准或者相关 TAF 以下领域实验室的认证，拢无使用这间公司基因检测的工具。未来相关采购流程也纳入科学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条上新的消息，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今日伫瑞士的日内瓦开幕，不过台湾到当时也无受到邀请。WHO 的迄个秘书长谭德赛透早参加世卫活动的时，拄好去当到台湾的民间团，台湾团体嘛借机会要求加入 WHO。So would you support Taiwan to join WHO? The member states normally vote. Maybe you heard about that, yes? 面对这个提问，谭德赛是不断挑战，讲这都爱互会员国投票来决定。台湾团队嘛有甲印台馆的布条送互谭德赛，也拿民团签的联合联署书，也会交互瑞士的联邦国会优待小组，提案继续支持台湾参加 WHA。来看到中美洲的国家萨尔瓦多，伫5月20日时，伫首都的体育馆举办卡球赛8强赛，却发生球迷着急要入去球场内底，伫体育馆的大门下来下去，甲大门扫倒，造成人打人的意外，上无有12个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卡球比赛才打要开始，也毋过体育馆的大门所发生状况，真侪球迷围伫边仔了解状况，各有人伫大门的所在一直用身躯顶的衫来压风。换者镜头来看，才看到有真侪人，哪坐也是哪倒伫涂骹，各有人伫实施心肺复苏术。Al principio pensábamos que era sobre el fuego que había prendido los de la Alianza, la afición de Alianza, pero en realidad lo que se había tratado era tipo una avalancha de personas en la entrada Sol。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20伫首都的库斯卡特兰体育馆举行卡球甲级联赛的8强赛。这场比赛是2个真受欢迎的队伍阿里安莎甲西里法斯的比赛，所发生热情的球迷着急要进入球场，在体育馆大门的所在激烈的杀来杀去，最后大门倒去，引起人群的踩踏。意外发生了后，比赛因此暂停，数百名观众甲士兵赶来接管现场，疏散人群。而急救人员嘛紧急甲病人送病院治疗。紧急服务组织统计，至少500人因此受伤，其中有差不多700人重伤，出现无法度喘气甲创伤的状况。萨尔瓦多的总统布格雷表示，国家民警甲检调单位会针对包括球队、经理、体育馆这各单位做调查。初步调查是因为抢买门票才会进入比较侪人。萨尔瓦多卡球协会是伫推特面顶发文表示遗憾，嘛对即届受到意外影响，也是因此无名的人的家属表达支持甲慰问，而且要求相关单位即时提出报告。国视新闻台同朋友。继续来看到台大经济系学生会长选举，这选举的公布，其中一组的候选人
证件列出来说全拢是咧歧视人的族群甲性别言论，引起网友的批评。虽然随后这个候选人已经回释咧，不过台大是发出声明，表明讲这已经把这案通报性平的委员会，嘛对学生进行辅导。点开台大经济系学生会官方面世粉专，才公布不到一天的112学年度正副会长选举公布，却是意外有大批网友的留言。原来其中一组候选人的证件列出16条，却是出现大量对着族群加性别的歧视。娱乐大众的，只是他就是用了一种很不适当、不恰当的方式。我觉得这种言论不应该再放在那个选举公报上，然后看到也没有蛮反感的这样。我觉得不有趣啊，对啊，就是这样很物化。选举公布包含舞会内底若是无性经验的人，查甫禁止参加，查某爱强制参加。另外，女学生上微积分的课程爱强制穿高中的制服上课，也有若是原住民也是侨生，建议入学名额减少。这个言论引来网友大骂讲学生素质上低，对此候选人同学也伫面世发文，对选举公布附录中出现的争议言论，向各族群甲社会大众来下失礼，会停止选举相关的活动，为家己言行负责。而台大经济系也发声明，表示坚持人权甲性别平等，第一时间已经通报台大性平委员会，依照调查结果，甲学生个人将定法来处理。涉及的不只是性别议题啦，其实包括族群，还有包括身材的议题等等的。学生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在公开的政见上的发言是会造成一些歧视的效果的？那我觉得这个比较是，也许从教育端要去思考如何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性别平等团体讲，这个事件显见学生在性别方面的素质依然需要提悬。而进前台大教学生挂出艺术歧视原住民的报条，引起真大风波。这摆是学生会选举，候选人的证件公布列出不同的问题，掀起议论。台大是会用来继续来关心注意，并且看政府发展该辅导。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国中会考第2天，考自然、英文听力，考生普遍拢认为今年的题目袂较难，有考再生人员、病毒的潜伏期等等，考较真寡。有补习班的老师分析，今年的自然科图表考较济，也来英文科一条一条咧出的题目较济，题组是电脑少，真考验学生的程度。高中教育会考第2天，早起首先定的是自然科的考试，考生普遍认为困难度拄好，考题大部分伫课本的范围，而且进行活化，有再生能源、病毒潜伏期、古早红环用云针来刺图等，素养对目真明显。偏向素养化，然后把你融入到生活中，比较有情境感的去写这些题目。最后一科考英文，考题出材真多元，包含如何为安怎绑爱身躯袂担起。科普文章、贝多芬的名曲和爱丽丝等，拢加做今年的英文试题。英文我也觉得还好，就是不会特别难，然后又考得比较有层次一点。报告老师分析，今年自然科的图表题型有8成是历年来上多，看单元的整合题目明显增加，不过整体困难度甲去年差不多。而英文科的考题单题出现23题是历年来上多，也是今年较难的部分。考验学生在对于图表解释能力，然后是否能够从图表当中去找到解题的一个关键。今年的难题啊，都是出现在偏前半部的地方，也就是单题写完之后啊，你们应该就苦尽甘来了。另外，英文听力部分，报告老师认为题型虽然无变，不过有一寡题目需要根据顶下文的语气去判读，这也是考生学习语言重要目标。而今年会考成绩会伫大家参考检发。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1940年来完工的国家广播文物馆，已经是号做台北放送局民雄放送所。到呾内底也阁保留真侪古董的广播设备，为着要让民众知影这段过去历史，官方呾嘛举办各种活动，希望让国家广播文物馆成做文化交流的平台。纪录片放送香港人移民台湾的生活。都会嘛分享拍片的过程，嘉义县民雄乡的国家广播文物馆伫拜六礼拜举办活动，邀请新住民来分享伫台湾的生活。以前可能这里的广播是对岸，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全球，特别是香港跟台湾连接起来以后，有没有一些新的看法？所以来到这个民雄这边，我觉得希望也可以有刚才那种广播扩大的这个效果。东南家有迄个实境游戏。今仔个有办迄个港澳的交流分享会，
另外就是咱个多元族群的迄个市集。我感觉讲，这其实伫咱民雄有遮尔遮多元的即个环境，其实就好，因为阮囝嘛是迄个澳门人甲台湾人的结合安尼。除了新住民的讲座，国家公布文物馆内底嘛展览真侪迄当阵留落来到当的古董设备，配合活动的设计甲体验，互人会当来认捌迄当阵时代的背景甲公布对社会的影响。歼七型奖黄金7000两。咱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呢，进前是中央广播电台的真民雄分台。较早伫咧日本时代是日本对南洋广播的一个所在。伫咧战后变做是中央广播电台对东南亚广播的一个基地。国家广播文物馆讲，1940年迄当阵使用的电台发射机，到今阁保留伫这个所在。所以文物馆毋但有过去的历史，嘛希望透过多元的合作，或者个旧的广播基地，未来会当继续传播新的在地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前一阵仔雨才拄落煞，拜随阁有一波锋面要到，使到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也若伫台湾东南边，今年第2个风台马华，目前也是轻度的风台，气象局按算可能会发展到中度风台的程度，详细也阁按算。明仔天气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34度，中部地区24度到32度，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23度到32度。搁外岛地区22度到30度，搁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志坚。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